今個冬天特別難捱。2026年1月1日，體感-25度。到底我企喺度做緊咩？我留喺度又係為咗啲咩？靈協會出咗12條片，有冇作品令人開心過、笑過、共鳴過？戲劇係啲咩？綜藝係啲咩？娛樂又係啲咩呢？成功、失敗，可能只係一線之差。走前一步嘅勇氣，換嚟觀眾多一秒嘅關注，算唔算都係一種肯定同收穫？多謝繼續睇到嚟呢度嘅你。近幾年過嚟加拿大嘅香港人，唔知大家最後變成點？已經揾到新方向，定仲思考緊未來點樣發展呢？從前帶住對自由嘅期盼，踏出勇敢嘅一步，可惜現實往往伴隨住落差同迷茫。適應一個新地方唔容易，每個人都可以有再選擇嘅權利，但如果你仍然想留低，我希望我哋可以一齊繼續努力，同呢個地方磨合，揾到你同呢個地方嘅同步率。香港人加油！